小子，看来不怎么会打架呀。少废话，纪灵人比的可不只是拳脚功夫，是吧，许褚？哇，赢了赢了！曹魏名将，不吃许褚，与我一起会会门司令。我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呐，那我们也用不着客气了。石灵明，10个桃子。弱肉强食，胜者为王。我之所以不再遭遇这些，是因为我变强了。但所到之处，尽是不公。如果弱小也是罪恶，那就只能用力量来清洗我们犯下的罪孽。毁了我的家，夺了我的命。走吧，让我们去问问曹彦兵那伙人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们还是换条街入住吧，我这儿提前打烊了。这里是菩提街，曹彦兵的事，我会用我一贯的方法来解决。曹当家的，咱们一局定胜负。炎黄炮！
人灵计，石龙破九天，人灵计，起，无相火荒。你们走吧，是我输了。文大人，明君错了，明君出事了！苍天呐，别开玩笑了！玩笑，就是要开大一些才有趣。蓝玉夫，给我滚出来！这倒是宽敞了许多。怎么只有一个人？这怪物杀气十足，请主公退后。许褚，你上还是我上？救人要紧，两个一起上。多久解决？半炷香，足矣。交给我，这家伙有点意思了。做好掩护，一起上！咱们以最快速度冲入他们人群。不要！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快去救北洛师门。夏灵，你不照顾好水儿，跑来这儿干什么？雪儿现在很安全，曹彦斌，你给我效率些，快走！感觉有点和以前不一样，难道？算了，回头再来问你。杀过去！想过去，给我上！休想！冥王破巨印！剑被符给挡下了，这是什么符啊？可恶！干掉那个女人！主人，招式都记住了吗？我与姬灵子的灵力都托付于你。明白。茫茫丰都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延迟幡，九幽诸罪魂，身随香云帆，地会青莲花，上升神有岸。人灵计，断罪邪灵，四象秦灵光。后池而来，杀出条血路！食人作恶！夏灵，可别逞强啊！
去了。你这个臭婆娘！嗨！我要扯下你的双手，看你怎么办！可恶！杀！无量清风，息！什么？清风还具备一个绝技，可以无条件一次吸收对方释放的灵力。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逮到你了！纯阳无极功，醉！仙！望！绝！太快了，老大毫无还手之力。啊，又淘气了呀！我根本没活明白这人生，此刻又如何能放下一切？不甘心呐！我不甘心啊！北落师门怎能就这么糊涂枉死？如果有谁能助我逃此一劫，能助我解开这副枷锁，能助我再见女儿一面，能助我继续活下去，就算他是恶罗刹，我也愿听命跟随。苍天啊，你听到了吗？苍天啊，回答我！将军烈已去，苍天已死。北落师门！你这蠢货！曹彦明，这里是魔王的天下，关他老天屁事！说谁再靠近北落师门一步，第一个死！你给我下来！雨林街的老大，竟可以坐这么漂亮的椅子，只恐怕今后这龙椅还要姓曹了。北落的钥匙在我这里，想要就凭实力来取。苏醒吧，藏于污浊之气中的明，眼前的人类即是你的美餐。太微的能力我略有所闻，他可以召唤吸人魂魄的明，千万别被那触手碰到。十殿阎罗，昆龙火柱。你的伎俩，清理杂兵可以，想对付我，开玩笑吧？
彦兵，你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执意走上这条不归路？自以为无可匹敌，主公，不用帮忙。却不知你是坐井观天。我欣赏你，是因为你有称王的潜质。只是，这天下容不下2个王。不错。到头来，我依然还是霸王，而你只是我手中的一只王马。曹彦兵，曹彦兵，大王当心！武力可比樊哙，让我主公这震得我手麻，痛快！尝尝我的！好热，身体像被烈火灼烧一样，似乎有时坐不住了。想乱乱，无论有意无意，犯下了个错误。你自找的。真心不想回到这鬼地方。每个祭灵人的体内，都有着一个容纳守护灵的世界。可是这道石门后面，却通向不同的地狱。这厮的家伙，又究竟是谁呢？告诉我，如今的你到底要什么？告诉我！你问我想要什么？天下！我要先拿下这个镇魂剑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才是我们要的答案。当你口中说出天下容不下2王时，我便知晓你的野心。只不过这英雄，你照样可以当。在乱世之中，谁能够统一天下，谁他妈就是英雄。小阿蛮，你有我们为你卖命的资格，就让我俩成为你的武将，看看你有什么能耐。顺带一提，你还没有真正熟用守护灵的能力，待我等的意志与你结合，自己去慢慢领会吧。可恶，身疲怨欲，却干掉另一个，这样下去，情况不妙了。4打1，有意思吗？主公，难道你？干掉他！干掉谁？可恶！这是什么？离开那火焰！这下人数持平了。妙才，他们的主子好像跑了，正好白送了4条大鱼。
是石之明的本体。曹彦兵，不要太得意了。这可不是啥公平对决，这里是战场。给我上！多又如何？肉越多，我的宝贝越兴奋。这是炼狱中的蛟龙，你是如人的噩梦。真的勇士，从不在乎敌兵的数量。在我们的年代，战场上站不了1000个，他都没脸说自己是位武将。小鬼们，来呀！你的伤势如何？不碍，咱虎贲双雄，怎能让夏侯兄弟俩抢了风头？取出典文。夏侯惇与夏侯渊给你们带了礼物。主公，这个是地狱火，给予你们真正的力量。好的，此刻不是夜晚。他在干什么？清风，如今需要你的先例，请随我一起战斗吧。李轩辕的葫芦清风化煞，乃是一仙一魔。如今皆已听命于李轩辕，令他同时拥有仙魔2种体质。在仙武灵形态下，所有伤害都是可以快速治愈的。虽然只能维持5分钟，但是对付你们，足以天地玄黄。碍眼的，闪开！九宫潜六，破！竟然能找出我的真身！纯阳无极，8成功力，白虎星将。怎么了，大块头？你的力道不会只有这点吧？之前的伤势影响到了右臂，尝尝这个小把戏。你的火焰的确恐怖，可是不凑巧，在同一个级别下，你胜不了善于识水的我。天有5行，水火金木土，分时化育，以成万物。即便是在冥界，也依然遵守5行相生相克的规律。我的本领完全克制你的火焰，狂伤水击！哎，无谓的抵抗，还给你！停手吧，我会给你个痛快！不精灵打成肉泥，我绝不倒下！就凭你，晴儿！我石灵明乃土石之灵，
灭你水之寒气！朋友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举手之劳。重获自由的滋味如何呀？奇爽无比。虽然和你胜负未分，不过目前还是同一战线。眼前还有一个敌人，交给我。我留你性命，回去告诉你的主人，他的自大与轻敌引起的后果自己承担。早晚有一日，我要找他算回这笔账。北洛师门，北洛师门，该出发了。石灵明，你说的对，人生在世，没有一生顺境。不要为暂时的失意而气馁。水儿，爸爸现在并不孤单，只因为我还有同伴。